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12號，沙田第一場，1號馬嘉英感恩，3歲，騎師梁家俊，馬房毛偉傑，126磅，二檔，現時評分係新馬初出，近期同程冇成績。講下5個優勢：第一，首次綁係蝕大，可以幫佢穩定走勢，改善陋習嘅毛病。第二，試習一次好過一次。最近嗰課化草1000米習走位9、8、6，比之前2次進步好多。第三，體重1014磅，3歲北半球馬骨架紮實，仲有得大。第四，騎師梁家俊近排手風順，識得搞呢啲自亂馬。第五，副係豪華房車嘅子字維港智能贏過1級賽，冇線有速度，短途啱晒。最大隱憂，佢出閘成日陋習，3次試習2次大陋習1次慢習，如果又係咁，未跑已經輸咗。兩大威脅對手：6號精英奪冠，上次試習田草800米跑第3，只輸半個馬位，狀態指數4係全組最高，排一檔可以貼欄帶頭。2號通情達理，潘頓操刀，最近化草1000米習跑第2，只輸4分之3馬位，走勢最純熟，係初出馬之中最穩陣嗰匹。10號宜昌奇兵5歲騎師希威森，馬房貴福特負129磅12檔，現評34分，近期同程佳績32分。優勢1，上場田草1200米跑亞軍，末段衝刺加 1.5 狀態忽倒流。優勢2，同程1400米入位率 28.6%， 場地適應冇問題，泥草都得。優勢3，騎師希威森近期手風順，人馬好價，發揮穩定。優勢4，血統靚父係遙遠星空，子字遨遊氣拋呢類頂班馬，長力有保證，中距離啱跑。優勢5，體重穩定，操練完整，冇乜傷病甩漏。唯一隱憂，排12檔外搭，早段要嘥力切入，步速中慢，對留後跑法有少少不利。兩大威脅對手：8號信義，上場季軍末段超快，喘明正好反後4檔出擊銳氣正盛。9號順善寶，上場第4，莫雷拉操刀1檔起步，同程多次入位，後勁凌厲，唔可以睇小。5號金鑽精靈5歲艾杜拿韋達，133磅3檔，現評37分，同程評分37。優勢1，上賽1400米後上亞軍狀態翻生。優勢2，3檔內檔有利，可以慳位推進。優勢3，艾杜拿手風順，同韋達合拍。優勢4，父係花旗線，中距離場地適應好。優勢5，操練積極，隔14日再跑體力充沛。隱憂，同程從未上陣，場地適應性成疑。兩大威脅對手：3號鐵甲龍，同程曾勝放頭能力強；6號智醒大將潘頓亞陣末段衝刺凌厲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12日沙田第4場，5號馬創寶區3歲騎師艾杜拿，馬房黎超升129磅9檔，現時評54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54分。血統亮點：阿爸同夢奇才1級賽冠軍，母系家族有短途速度，場地適應度田草1400啱發揮。5大優勢：1得3歲，仲有進步空間；2上賽末段衝刺好勁；3神操試習走勢穩定；4血統有短途爆發力；5冷門賠率值博。隱憂：9檔外檔起步逆蝕位。兩大威脅對手：7號龍奧玲羅，上賽亞軍潘頓騎，末段追勢凌厲；2號開心老闆，上賽亞軍，同程入位率高；4號龍之月3歲，楊明倫騎，呂健威馬房。
負133磅5檔，現平58分，同程最佳平52分。五大優勢，上場同程贏馬，末段加速好勁，血統靚，老豆為省議員係短途中馬，體重跌22磅，狀態更銳，田草1200首本，騎練上次合作即贏，人馬好夾。隱憂，試閘試過喺閘內煩躁，情緒唔穩。兩大威脅，3號標之浩瀚同程入位率8%，8號韓至尊上場同程亞軍，末段衝刺好犀利。1號櫻花酒杯3歲，何澤堯騎，呂健威馬房，負135磅，排3檔，現平60分，同程最佳52分。5個優點，同程2次全入 Q， 老豆1級賽冠軍，短途正宗，田草1200米贏過，場地適應，上場末段衝得靚，3檔內檔着數。隱憂，全場最重磅135，上場出閘慢，起步要睇實。兩大威脅，2號精英高球，上場同程第2，前速勁。10號應龍飛影排1檔，輕114磅，冷馬要防。11號隨我同來3歲，騎師田泰安，貴福特馬房，負123磅3檔，現平48分，近期同程最佳平46分。血統亮點，父係演藝焦點，早熟線短途，母係氣量足。五大優勢：1. 上賽同程亞軍，末段受阻都追得靚。2. 3檔內檔好慳位。3. 田泰安騎練合作率21.6%。4. 唞足28日操練足。5. 田草1400米好適應。隱憂，試過喘鳴症，有隱患。兩大威脅對手：9號盛世威風上賽大勝，潘頓騎，狀態忽到爆。3號哥倫布莫雷拉操刀，同程入位，後勁可靠。12號魅力之耀5歲，楊明倫騎，大衛希斯馬房，818磅9檔起步，現平60分，同程最佳55分。父係蒙古可汗長力夠，好地爛地都識跑，放頭留後都得。隱憂，上場放頭散晒，再配楊明倫要睇狀態。最大對手4號安都，5號超翼穩，兩隻都忽到爆。12號馬太子4歲仔，騎師艾少禮5棚至馬房，120磅10檔現平62分，近期同程最佳62分。父係丘吉爾血統靚，擅跑1400米場地適應冇問題。優勢1，上賽同程只輸1.75馬位，末段塞車迎衝得勁。優勢2，艾少禮再騎人馬甲。優勢3，4歲大勇之年。優勢4，唞21日操練足。優勢5，血統有氣量。隱憂，10檔外檔要蝕位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安泰上賽同程第2名，5號亨企同程贏過後上犀利。1號跨境寶馬4歲，奧爾文騎，蔡約翰馬房135磅11檔，現平79分，同程最佳70分。優勢，同程3戰2冠1亞。父係富足，早熟線短途，上賽內閃都追近，試閘有進步。隱憂，唞咗101日。兩大威脅：2號醒目高球，上賽大勝，狀態忽到爆。5號超寫2，一檔起步，後勁犀利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12號沙田第11場，2號馬信心星5歲騎師莫雷拉，方家柏馬房133磅第9檔，現時平98分，同程最佳平90分。5個優勢，莫雷拉頂級騎功，同程贏率37.5%，入位62.5%。父係信可成真夠韌力。
田草1200米3戰入翹場地適應，操練積極神操量0.58狀態好。隱憂曾患喘鳴症硬拼會喘，兩大威脅對手。12號巴基之勝上賽同程亞軍，只輸1.25馬位一檔起步着數晒。9號扶搖世勁上賽大勝2.5馬位，側身當起同程贏率100%。